后来乡亲啊，这个猫型圆仔的妹妹人气真旺哦，也毋过比靠我出世12天的小水兔，嘛受到真侪人的喜爱哦。那这个圆仔妹妹到底要号什么名呢？26号会来公布，目前有17000多人来参加着网络的票选，这个得票率上悬的名是圆宝。圆仔妹妹小名叫做柔柔，但是叫声无温柔哦。只要是枵啊，还是爱困啊，无欢喜，拢会叫妈妈。已经出世52天的圆仔妹妹，体重破3公斤哦。等下妈妈身躯变了后，一天比一天搁较幸福肥。到底要叫什么名？是好食的珍珠，还是 QQ 的麻糍？目前大家上介意的就是有喜气的圆宝，再来就是保育馆上介意的柔柔。很多热心的粉丝都摇旗呐喊，为自己所喜欢的那个名字加油哈！网络投票呢会一直延续到8月26号。不管是客气还是啉奶奶，甚至讲离原地安尼烂，嘛是遐尼高水。过来，咱来看一个。比圆仔妹妹活12天出世的水兔莎莎，目睭乌硬硬，互人看了哦，真正是感觉讲卡哇伊呢。不管是莎莎还是圆仔妹妹，互人看甲心拢痒起啊！